茶，给路边太傅有拍汤茶。高路下给啉一勺，爱心多多恰，行山沙窝。你奉茶，爱奉茶，给沙沙入门，爱把手下。入来坐，给食饮茶，欢喜讲了，爱就结情感啊。你奉茶，爱奉茶，给做俺一杯精神茶哦。建筑工，给拜天公，重阳年佛，重阳年佛，我这心莫茶呐。你奉茶，爱奉茶，给阿公明日就泡凉茶哦。食茶帮人哦，伊就做神仙哦，伊就做神仙哦，伊就做神仙哦，伊做神仙哦。哇，很好听哦！乡亲朋友，偷偷听到一条係奉茶，我哋今日嘅來賓呢，如係偷偷聽到好聽歌曲，而係會寫歌嘅，又會唱歌嘅，佢多才情，佢有才情嘅小機智先生，小先生好，主持人好，我係來自屏東嘉東鄉嘅小機智，我係屏東樂舞團嘅副團長。我參加一個屏東樂舞團啊，18年嘅創團嘅團員。哦，偷偷聽到先生唱歌嘅啊，你嘅聲過腔呢？我看到資料講80歲了，我唔甘心呢。你唱歌嘅聲完全唔唱，你嘅人咩唔唱呢？我看到資料講係國小先生退休呢。退休，應該唔係國小嘅音樂先生，應該唔係兼差啊，兼差啦。我後擺音樂先生過小，所以呢，唔係會彈鋼琴如愛兼這個音樂課，有時團配的先生交換教學，教分教學，因為幾多先生唔會彈鋼琴，我哋會彈鋼琴，如愛團員教配人，喺啲辦啲音樂課交換，體育課都同佢上，同佢上係體育課，你細妹先生哥唔好上體育啊。我哋睇紀秀文老師嘅音樂故事以前我哋。老師先同人哋小解一下，偷偷唱一個奉茶。亞述奉茶路頭擺清早嘅時間因為他家茶水佢係裝嘅容器唔係幾方便唔講水多水壺嘅就唔乜咁唔方便。嗰多人出去做些，還是行人路嘅人行安床也披薩，行過嘅披薩。那有按多茶好深了最好是如按呢來那麼個那個水溝的水，那水溝的那個水啊那樣子。留到個有時咩人，我喺那睇下滷順後，我都煮到茶，用太傅的茶，用滷順後，本來就過路的做按呢做生意的人，還是做生意人有茶好食。佢有心嘅人嚟嘅啦，所以我們都一個傳統應該是很值得人家敬佩的一個精神。奉茶本他感覺到
高路客来说一个茶，所以一个做一个曲的个写一个谱的个李图南教授，我们目前客家客家乐舞团的指导教授，亲好。我感觉俺呢因为也跳过去参加个南部七县市的前2年的个纪念客家个呢大会串演的比赛吼，得到南部七县市第2名。先生喺国小先生退休诶，咱来专门接触音乐嘅哈。因为家人讲喺兼论做嘛吼，会弹钢琴。侬为想讲退休诶，俺如何来做音乐个？唔免讲做音乐，就是说俺哋万西路亲好唱歌嘅跳舞啦吼，所以呢对唱歌跳舞个喜欢。退休过后，俺80年就退嘅。退休过后，俺50岁都退休。系哦。退休过后呢，亦还有嘅南山乐舞团成立，过后俺哋屏东乐舞团上成立嘅时节啦，如林瑞辉团长就招兵买马。萧老师来参加客家乐舞，我讲好啊，唱歌跳舞都我最喜欢的东西，我就参加多见。不过迄咪睇屏东乐舞团以前，唔知噶迄咪还有一个团，系咪？对，嘅民国84年开始成立嘅八音团。等于说人讲啊国乐团啦。安尼八音安尼二胡，我都给喊呢，给喊我话唔会拉二胡，我成立一个团的时候话唔晓得拉二胡。咁侬会成立八音团咯？有兴趣啊。因为那个时候需要有一个带头的人，带头的人不一定你要会乐器，你懂音乐就好。不过想学，想学因为佢係我本人講出來啊，因為佢係要教音樂嘛，所以講出來來帶一個團，講義不容辭啦，講你冇氣象我都來做一個團長兼指揮，所以不用拉樂器，不用接樂器，我只要一張嘴跟2隻手就夠了。不過一開始要整一個八音團，如果唔對八音有興趣，對，有興趣又要個出一張嘴，沒有，還是最後還是，因為我以前是帶過合唱團，合唱團就是4個聲部嘛，我是唱第2部的，那你要聽第1部、聽第3、第4部，所以具有這個和聲的這個概念。所以呢，我帶這個八音團呢，就他們分配樂器的時候也是這樣子啊，有高低不同的那種音色，所以呢，你就把他們當成合唱團在訓練。所以我是用門外漢的去領導那個這個八音團，然後就一直邊組這個團了，然後就邊學習這樣子。對，不錯，得了好幾次的這個那個獎勵了，得獎。嘿喲，很厲害哦！不是比賽的得獎，而是成效績效的獎。績效的。嗰個老師，你一開始成立一個八音團，你係個有目標嘅，係咪？我都因為我嘅喺度有參加嘅屏東高師合唱團，合唱團咪4個上鋪嘛，一個樂器咪可以本4個上鋪，4個聲部我都利用這種原則，然後去觀摩人家的那個團，然後去給按你來把這個團帶起來。在這個20年的這個團齡裡面呢，得了將近有半數是得到優良獎的。你係八音團，八音團，八音團地圖唔成立唄，要去參加，我去參加客家樂舞團兩個鄉下哦，無限哦，對，最優的嘛。有兩個團，你係八音團嘅負責指揮，還個等於係兩頭嘅角色，係樂舞團哦，樂舞團副團長，副團長聽說一個團長團長睇劇戲嘅時節，我副團長我帶兩個到團員10萬練習，唱歌跳舞，那是歌舞，客家樂舞嘛。又唱歌又跳舞，對，又唱歌跳舞。你扮黑臉咯？係咪？我估計扮黑。我敢講人啦。係啊。團長嗰自細嘅人唔敢講，伊都點見寫字吧。我都做發言，唔講人條係咪？我訓練太緊，係，他好來練習唄。我呢
拢有唱欣赏来搞啊。哦，好啊，那也唔够喜欢啊，都喜欢，都喜欢，全部都真欢，真好呢。所以我的退休生活吼，一定咧精彩啦。退休过后退而不休。我嘿玩蹦蹦安尼。啊，唔但唱教音乐，唱歌跳舞，唔弟兄亲朋友弟某，今家唔看到嘅小先生，伊是写嘅，20年前开始都一定风通嘅客家童谣面趴板哦。我今家讲面趴板，睇下有老师都有嘅潜力的嘛吼。那我开始写歌嘅嘢咯。实在吼，也个写歌嘅吼，年头我讲啊，都几92年嘅系。俺哋成立嘅客家乐舞团过后，又顺便嘅儿童3年的乐舞团，我们同时成立。那是邱正禄老师在带，他是我们是副团长，我们在协助大家一起来教这些小朋友。我唱谭咏冲歌嘅，传承啊，所以嗰啲4年咧，一到家中按欢喜送4年嚟本間嚟教吼，好啦，一開始冇乜個歌好教。我歌好教，種解釋，下個禮拜冇歌嘢呢。下嘛嘅喏，就青菜啦，米奇木面泡板乜嘅都好啦。講今日嘅面泡板，我一個錄面泡板嘅過程，變做面泡板過程，我佢熟哦，因為我顧買面泡板嘅人咯，我都感覺就這樣，結果一炮而紅，一做面泡板一下喲，教學生去創下喲。這個家中真歡喜，哎呦，太寫實了，太寫實了，好又有趣這樣子，我怪奇妙啦哈，一個耶穌歌嘢咧，本人一啲後生唔點乜嘢，他拿去做成卡通，所以我們現在網絡上看到的面泡板就是卡通的，得到金牌獎，我也很開心，說人家會喜歡用俺哋嘅曲嘅來做卡通，那更普遍啊，好多人4年會喜歡唱人嘅歌呀。小先生還寫嗰度歌嘅哦，我哋了一下聽，嗰多陣來唱歌欣賞。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蕭繼志先生，伊呢退休過後，我們現在講係玩 band， 玩那個 band 哈，玩團呐哈，還有玩2個團哦，一個八音團啊，一個係樂舞團哦，伊還寫歌嘅，多多先生有講到一些吼，如係我哋嘅數分樣嘅面泡板，如係先生寫嘅，多多蕭先生有講，因為唔過了解嘅面泡板用嚟做嘅嘛，如係因為安尼，係咪？唔都想講，剛才可以寫一個面泡板嘅歌詞，用嚟去想咯，像我哋如果想講，我點用嚟煮面，我點用嚟錄嘅面泡板，唔過用嚟寫多歌詞，唔係用嚟去咩嘅咯。是一碗面泡板啦，冇咁容易呢。人哋去海灣世界，大家經濟貴唔冇，是面泡板容易呢，平到誒，病了要求譚詠莎講，貴重是面泡板哦，那才有一碗。所以看到人家吃面泡板，自己好喜歡，真的口水都會流出來。那後來我姑媽自己有賣面泡板了，那個時候就比較有機會去那邊吃，有時會辦小鬆的貴有事。我覺得一個面泡板要做貴有意思啊，因為我姑睇做面泡板時，我要去一路卡，可以去查面泡做面泡板的過程啊，攏看啊，貴清楚。所以呢，有一擺邱正禄老師講，我媽過下嘛啦，先採啦米奇木面泡板嘛，面泡板較好哦，我都一下就給 idea 都出來。今年的下班呢，開茶開到屏東開到嘉東啊，我哋錄放錄一種字拿在呢，面到一個旋律，面到一個 melody，從開到提那路邊就寫到不可亞數歌都不能寫出來。所以你講做嘛個有個靈感，講面泡板
見師督辦三層台面唔多1碗麵拍板，我都看牙骨嘅係用6班嘅吼，一隻班嘅快菜羅頭菜，碌佢量下變啊長油菜，變香脆水肉醬，量別講，哎呀，麵拍板都出來，瘦碌碌嘅麵拍板香煙流荷蘭，還有sauce加辣椒，麵菜一支香。哇！食得人啊，又瘦又熱，又食得真歡喜。講啊，一首歌都安尼完成嘅。一首歌出來過後，寫出來過後吼，啊從教學生咧創嘅時陣，一度家長一度帶學生帶新人來啊，超歡喜哦。所以一首歌千隻都風行出去嘅。本身人嘅創嘅歡喜，又識得提講，哦呀，以前是迄個珍貴嘅東西哦。啊，新人嘅，講有新人嘅創嘅人提講麵拍板係乜嘅東西啊？應該人哋有試過啦，應該有啦吼，客家莊嘅應該有試過。普遍嘅點心嘛。嗰似咩喎？啊，嗰種唔都寫一條，也係第一條唔寫嘅嗰位麵拍板，係咪？啊個係，啊三浦路一創過，一個有咩睇嘅。你講有一條歌有都三浦路愛唱歌，對，一條歌還有故事啦。因為我哋第一成立過後吼，民國92年成立過後吼，93年代，路去應邀到曼谷啊，去曼谷泰國曼谷表演，出國表演，第一擺出國表演吼，超歡喜啊！哦，了，表演迄個呢，他家去個精品店啊，你看。伊前面的幾多安尼雕刻，三浦路嘅雕刻啊，雕刻按太窄嘅，按死又按死嘅，我穿到，我挨到托到一隻安尼重嘅吼，你記得覺得講嘢按好大，覺得一根，真是咧從這頭安尼木卡嘅呢按布頭後尾有三浦路，安尼上吼，阿講喺個度按，啊都安尼到曼谷嘅機場。後機要回家的時候，我等1點鐘，我都按多少又太粒又細粒，不得個拿去搞，搞啊，全部都按太年咧，講佢一老人家喲，搞啊按歡喜哦，所以我講一個三浦路加速啊，他家種啊唱歌一樣吼，清楚清歡喜嘅，有一個點子，我愛就按你啟發了我，第曼谷機場到台北機場。3點鐘的一個行程我就把整個歌寫出來了。你寫歌都要在交通途中啦，那麼有靈感啦。因為一係冇乜嘅心無旁騖嘛，冇乜嘅後面啦。冇事情我做無聊啊，我就將個譜條拿出來，有三浦路，嘰哩咕嚕，所以變把它當作祖宗三胎。祖宗三胎愛唱歌。有個愛個主題都安尼的呀，一家庭都和諧歸和樂，然後我哋睇個曼谷機場要講超多年，睇個國號，請國行嗰幾隻嘅，比如行李嘅國行睇個隻嘅，細聲嘅睇過，超歡喜，3點鐘後機根本就唔會哭啊，感覺一下都過去咧，所以你看安尼快樂，我都啲3點鐘啲飛揚機當行都寫出來，所以你講嘛，做乜事情要一鼓作氣。嗰種寫都係祖孫三胎嘅故事，三浦路嘅故事。對，三浦路阿公過，很拉嘅喊孫嘅來唱歌。三浦路阿爸講：因啥做乜嘅？唱乜嘅歌呀？三浦路孫嘅又帶入來，哥哥，我哋唱歌咯，安尼。這個點，這個很簡單的歌，最先是我哋太人睇表演。當然，他感覺很鬼新奇吼，安尼又安尼乜個嗓音咯，按唱嘅呢先是咧三浦路嘅嗓咯，又太雜又細雜安尼嗓。我第一次亮相的時候真是帶着觀眾很新奇，原來都係安尼東西發出來嘅嗓。過後安尼俾小朋友唱，小朋友唱係又個活潑吼，安尼天氣，人家都見埋睇唱。嗰個老師你呀，嗰位93年錄下來呢，都見係聲音係很睇唱，睇表演，佢討戲啊，六首都有寫一個童謠係咪？都係專門聲音嚟唱，係咪？主要我哋太人也有唱，太人也有唱，嗰種有寫本聲音嘅嘢，沒有寫本太人。有得路，我哋團長寫歌詞，我哋譜曲，弄點樣用嚟譜曲呢？譜曲都做個
今年歌词的音韵，音韵的高低，像俺呢团中写个彩韵，也意思讲啊，爱本来跳个彩带舞，好，俺底下一个意思，团中的意思，本个舞蹈老师编个彩带舞，又写彩韵，俺说俺是一片彩云，天空是俺不卡，俺是一片彩云。天空是爱无卡，明月飘来飘去，流浪又似彩。就随着那个歌词那个音乐比较好了，给编舞那个吴乐龙老师真欢喜，伊讲啊，也都爱编那个彩带舞那个旋律。人家按了不谋而合，所以大家合作愉快，团中下歌词，俺下歌曲，吴乐伦老师编嘅彩带舞。咁唔算有是把天分哦，係冇？冇啦，其實一下俺哋上課時節，音樂老師講因為歌詞唔要寫歌曲的話你嘅歌詞要多念幾遍，歌詞的音韻。就是你要的，你如果說那個音韻，他講啊團嘅冇通用啊相反啊，等下這個一個音個過呀，你下大音嘛，你嚇唔到嘛。你係按人頂上去彈唔成人係衝嘛嘅，你對，你按呢，嘿，所以我參加到聽嘅歌詞，一彈下就你可以講嘛嘅。因為你衝係真見你彈嘅時，嘅歌詞係嘛嘅，有啲人衝。有啲個人都係彈無嘛識到，像講嘅學法無正差啊，剛才攏彈唔識，就種嘛嘅，你係因為冇聽到嘅跳，所以一個旋律要聽這個歌詞的音樂來走，他咁樣我個容易接受。一開始人講，從快新年的無歌嘅好衝跳嘛嘅面拍板嘛嘅米奇木路好，也講唔如嚇一跳，後個月也按了印象，你印象有心得冇？講新年的衝面拍板啊，上鋪路啊，你知㗎咩個反應呢？當然咯，不過有時會感覺到頭腦嗰種空空嘅，冇乜個東西好寫，會有人寫唔出來。處理講，你要讀到一個一個歌詞，唔知佢幾喜歡呢？看唔一個歌詞嘅時節，有啲呢旋律，嗰種它會飄出來那個感覺，你都有按幾多按到靈感，啲靈感喺來嗬，衝喺度寫，冇喊過2分鐘過後冇喺度都寫唔出嚟。你係咪想繼續寫？應該按叫佢懶嚟用，按叫佢哋教二胡啊，有冇？教過去那個我唔是上腦筋嘿，老師頭都一開始有記起來咩？伊係唔單唱係唱歌嘅安尼嘅白音嘅伊係有無共用嘅嘅現嘅技法噃。人哋底下歌團先走嚟打嘴鼓，可能是以更加嘅音樂成分歌當用嘅。我哋今日訪問咧係寫過有名嘅客家童謠面拍板嘅小吉子先生，多先生同我哋分享嘅嗰種寫童謠嘅心得，還個教音樂嘅心得。唔過呢，先生過次咩伊雖然都係教音樂，唔過伊嘅興趣會有時把無共用係冇，更加嘅重心無共用，雖然係機械咧，唔過佢嘅曲風同大音啊、山歌啊無共用咧，係爵士咧，你會接觸到安尼嘅音樂嘅咯？因為我嘅係原體教嘅八音團嘅時節啦。屏東有一個老師伊頭擺吹嘅爵士嘅嗰年伸縮喇叭，蔡鳳吉老師吹伸縮喇叭，輕薄，但是伊這站嘅木主嚴壓踢過啊，放棄了，不能吹。醫生交代，唔再吹了，佢又我冇喊啦，我眼瞎了。一路網絡上看到我哋嘅樂團不錯，一路把等一級二胡來參加我哋嘅樂團啦。原來好機械呢？對，
其实像呢，伊只还刚刚起步在玩啦。像我伊个乐团吼，我有安尼正常的去练习吧。我请到来啦，我听来呀吼3年，听来个白音团3年。这个3年当中呢，伊亲只因为音乐带太好呀。所以人家一下路变啊熟悉啊，二胡熟悉，所以安尼参加跟安尼个发表会的时候，一路二胡熟悉。solo 我所在拢伊去表演。3年过后哦，伊都做去教野嘅，伊去教野二胡诶。伊拢去二胡去教人。在东港啦、潮州啦、屏东啦，那一路教啊100个学生诶，青岛学生诶。伊教路去教爵士乐耶。最重要系爵士，他厉害的地方都会写曲诶。你会把那个曲子编曲，变成爵士的那个给曲哎，曲它很吸引人家，然后又问人去做音乐，做出来。等于离开研究过后吼，我结束一个乐团的时间，20年後結束一個樂團的時間。阿公啊，講我二胡要辦同學吼，阿公咩就繼續來學呢吼，我都去請一個蔡老師，請嘛吼。太高兴了，他们那个玩的音乐哦，很适合我的个性，很奔放的那种爵士乐。传统的安尼乐谱吼，传统的乐谱安尼跟你调的吼，我觉唔好，我觉好安尼鬼活泼安尼爵士乐安尼跟能够紧冲紧跳的啊。唔够好安尼耶。对。一批多紧，按多年呢。玩出心得出来，我喜欢啦。阿公啊，7、80歲吼，你聽一個學生喺度按幾好，剛來跳啊比學生，比一個學生跳啊還過過癮啊。係嗰種呢，喺每個爵士嘅唔係喺起風起來，起風起來記嘅，起風起來記啊，係啦，所以有見你帶嘅嘢等然後撫琴都不用我哋啊，那幾多干嘅。對，以前大伯認真嘅完全冇強用，真是瘋狂。太喜歡，用嚟瘋狂，聯動用嚟嘅長途。都起多嘅機嘅吼，亂緊跳啊，自得其樂啊！音樂全部都一點嘅活潑嘅音樂。因為人哋想爵士其實係第二個詞名人來演奏嘅，那有可能。其實你音感好的人哈，學東西是很快。因為唔係有帶嘅啦。音樂就是不外是音準跟節奏嘛，你音準節奏 OK 的話，你就什麼曲子你都可以拿捏的，按做得到啊，做得到也可以鋪書啊。我說現在你的愛是爵士二胡，不過他爸還係會去樂舞團，還係會表演。我還有繼續啊，還有繼續表演啊。佢有唱過跳舞咩？係唱過跳舞，今年是因為一個疫情的關係，我冇出去表演。希望我哋咩一年表演10個場啊，20場。係古早你係咪你係演咩啊？音教音樂，演去表演，唔都感覺應該快樂啊？應該關係心態啦。因為我冇乜嘅煩惱嘛。我唔會孤單啊。有二胡作伴啊，明日頭部卡路是包含的了後，看電視冇安好看，機安尼過起沒有？機嘅時陣，你起風嘅機，你經運通經機安尼。就算你3年，沒用用安尼機，你3年睇路卡咩？睇路卡點樣安尼機啊？係啊，冇盤錯多點嘅機唔會，因為經表經啊，一定要咩安尼表咩關係？一定要重用，自得其樂，明日。冇面啦，差唔多1禮拜有2-3日會安尼做，萬一嗰度洗頭啊，嗰度拍啲洗頭去做啊。要表演，你咁樣去唱歌去跳舞。對，因為去當做義工啊，乜嘅做乜嘅？嘅老人會老人家嘅關懷據點啦。拜一拜，如果去嘅關懷據點去當義工啊，一個上午。去陪伴那些老人家。你80歲，你還要陪伴哪些老人家？因為他們雖然有的比我年輕可是他們的體力什麼都已經是非常老化。
才会到关怀据点去。行通过无按放片啊，啊，外发跳啊。刚你去搞演的嘛？给冇？冲过跳舞。拢把有我去拉二胡边的堂。哦。拉二胡边的堂。啊，按就我冇去拉，我冇去记下那边的堂嘞。哦。我都睇人哋跳舞啊，人哋跳舞我都可以运通。哦，80歲行，同人哋一般上冇共用嘅吼，人哋本來想講80歲應該係關懷據點地杯名人嘅，結果唔去便宜咯，去當義工，去便宜，係吼，以前咁上嘅當80歲行啊發跳，冇乜多，嗰個音樂真係對人幫助過太好，對，從細路先喜歡唱歌會跳舞啊。從細就會安尼嘅，從細都聽。嗰種從細就規劃拍得人咧。從細都不是都欣賞，也那個有那個什麼演出的時候，有議會的時候，一定是老師第一個選的，就是。哦，所以小時候你就是風雲人物了嘛。哦，就會規劃跳嘅嘢。規劃跳嘅。你咁上嘅都家是你嘅人生冇音樂會用咩啊？黑暗的烏拍嘅，冇彩色係啊，烏拍嘅，也從細路好唱，先好唱歌嘅，啊跳舞，啊即個學白跳啊，先才見跳啊，像我喺度睇手舞嘛哈，小家不錯嘅，院子很大，你走上堂嚟嘅在中廣嘅電視台放個音樂，我都聽那個音樂，都睇自己跳自己的芭蕾舞。我沒有學過芭蕾舞啊，但是有看過啊，就是跟着人家這樣子學，當做一種韻律。啊，唔怕唔退休嘅，還係可以唱歌跳舞。對，應該都，所以我講啊，一個唱歌跳舞吼，讓我也成年那個生發啊，多彩多姿。也算係完成嘅心願嚇，係啊，算係嚇，對，完成看人，哎呦，看人跳舞，看人嘅，我形象嗬，啊，看人會記下你會做乜啊？係有一天我即個咪會記下呢，即個買下呢，即個花錢上課，係啊，即個整團，即個，哦，你即個上去做，你會做呢？係啊，哦，咁人更加去上。也接觸客家嘅歌謠啊、表演一度，用嚟看人家人客家音樂嘅傳承啊。客家音樂傳承冇其他語言嘅傳承按隻，好慢的，我感覺好慢，因為冇講這家東西，像這家東西嗬，我哋比較過喜歡。拍得出拳啊！啊，是這個還沒下，因為我下佢所以啊，個客家人個唔好唱人哋這個本人哋客家嘅人嘅歌嘅。唔關人哋感覺啊？我感覺到幾多人唔會過好唱，客家是家個過好唱好多歌同國語歌，所以我哋寫很多首客家歌嗬。除了我哋這個出去表演，全部唱客家以外呢。客家樂舞團嚇客家樂舞團，所以別人哋全部唱客家，啊全部就都我哋一個團體自己做歌嘅，將一推廣出去，啊都唱人哋會唱，別人都唔會唱。我推廣冇人。啊，家人話講幾好聽啊，你表演得真好哦，真好聽哦，我哋你幾乎每年都得到嘅客家委員會嘅獎項啊，有獎，但是我哋歌都係冇合乎。傳出去，安尼傳揚出去嘅，啊，感覺到幾遺憾嘅所在啦。唔過也好的，要出高啲的，要下一條歌嘅。對，10年、20年，還有些人。哇，你係講到所以係棉花板啊，個三步路愛唱歌啦，嗬，我裁員嘅就乜嘅，你嗰度歌，問要唱嗰啲咩藝團嘅學生嘅。人人哋唱咩？但是幾多觀眾講，哇，真好聽嘅歌喎，真好聽哦！哦，好聽是好聽，佢哋社團唔可以用人嘅東西，講個版權的問題。啊，實在我哋嗬，我哋寫一個曲嘅嗬，唔未必到這個傳嘛個版權。我希望永遠要用啊無償，唔准你用。像我們講嘅棉花板，哦，你得到嘅 MV 嘅。ที่อีกอย่าง30 萬的獎，啊講唔准你用唔怕，好安尼
没有像安尼命啊，在底杯咩，哦，也是有得到好处啊，哦，命上传出去的，不过奇怪，唔要讲啊，过普遍啦，唔要唱嘅呢卡拉 OK 好，安尼会流行，过难啊，安尼客家歌谣爱流行过难啊，我当时米的沙团有米的沙团做出来歌谣，我就睇个沙团唱。唔要发扬出去，感觉到佢奇妙嘅所在。可能还係愛時間啦，因為研究一個語言是唔得講，故所愛傳揚出去，係愛我叫。係有人，我聽到有人唱我寫歌，我真歡喜咧。唔會吞吐我一版權，唔會啦。人唱我啲歌，發覺是唔喜歡我啲歌，因為唱我啲歌。大家要注意欣賞英雄條。唱快來唱伊個歌誒，唔會輸版權嘅錢咯。今日非常感謝小吉子先生同我哋分享按多按神奇嘅故事，感謝先生，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嘅收看，多謝大家，好，感謝定影下嘅小先生，喺從節目轉台哦，繼續談論先生好好運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能今日運動嘅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通下運動嘅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係熱火有氧，請大家放起來，同先生通下運動哦。來通下來暖身嘅哦，放起來，大家放起來哦。打開來，拍好來，第前面行。你脖子哦，手、哈、弯片，老人強嘅準備。弯片來，三、四，好，跟條鼓嗌，啲夾壁，夾壁。一鬆一下，夾起來，打鬆我們的身體哦，要擺動，左右搖擺哦，將身體搖起來哦，夾起來，將身體熱起來哦，左右搖擺，來腳南坡，彎片，將腳一、二、三、四，左右。
完片。就切条本来老强呢，3、4完片。快黑，快黑。一嘞，两嘞，三嘞，好高脚。一嘞，两嘞，三嘞，四嘞，夹好高。再来，好高。还有哦，三嘞，四嘞，好高。前提，加速哦。莫同手同脚呀。放在身前面喊，要奔行，再一次前面，跳，在前面喊，停稳咯。再来，完片，交换，起火，移动中心哦，可以哈，夹嘅开始。一类两个，一类两个。继续。好乖哈，左右扭腰，左片，右片。腳佢定通嚟，腳定通嚟。打算我扭腰啊，我說。可以瘦小腹哦，可以你的腰曼妙哦。夾嘅佢試哦。可以，動作好歪嗎？拿重跳呀！開始，試一好掉，一咧，兩咧，三咧，四咧。好，前提，前面踢，跳背，前面，再回来，前面。左右换脚哦，踢腳，兩咧，兩咧。
右摇摆，慢慢的下去，上来，下去，上来，这里，去。能出工啊！行嘅數怎麼？行嘅數，表現嘅手肘，調整嘅呼吸，彎片。做你的延展，弯速，加油哦！你做對哦，騰動下，先休息下，弓箭步，做一個綁一個床，打床哦。好，來一深蹲，你。後勾腳，背囊啊打出來哦，沒事，可能性沒有多嘛。慢慢的給中間來彎片，深蹲一，加油哦，上。後勾腳，運動打出咯。慢慢地前面，可能先看瞄到你腳毛，跳哪，聽到你腳是跳，彎片。中間原背後來，繼續，進100哦，可以哦。你的組合在100哦，快下來，跳腳。前踢腿，後踢，好左右，扭腰，有下去，有上來，繼續。今天工作好累嗎？慢慢的同線上來練習，相信一定聽得到的哦。好好運動，還能下次當得了。